各位粵語發燒友注意啦！今次我哋準備咗一場聲浪爆炸嘅粵語尋寶之旅，5粒被遺忘嘅粵語明珠由古籍深處穿越到你我嘴邊，即刻同我一齊揭開呢場一個字一首詩嘅奇妙探險咯！準備好未？第一站出發，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漢干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漢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HAN 可以揾到呢個字，喺春秋時期嘅管子霸形篇裏邊有出現。原句係楚人攻宋鄭，燒納漢墳鄭地，意思就係講楚國佢攻打宋國同埋鄭國，用火攻嘅方式嚟襲擊鄭地啊。所以呢個漢字初時嘅意思係指大火焚燒，但係去到東漢說文解字裏邊，對於呢個漢字嘅解釋呢係干茂，然後到北宋時期嘅廣韻裏邊嘅解釋啊係火乾，所以呢個漢字就從焚燒慢慢就引申到烤乾咁解啦。譬如話啲菩提子啊，烘乾之後就變成提子乾噶啦。你哋學到未呢？明白。哇！原來呢個字背後有咁得意嘅古仔噶，唔好急住鼓掌。第二個隱藏 boss 級本字已經迫不及待要同大家見面啦，佢就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好叻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叻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LE 可以揾到呢個字，喺東漢說文解字裏邊嘅解釋係才十人也，而喺北宋廣韻裏邊嘅解釋係功大，所以叻佢嘅原意啊係指財力10倍於人或者功績好大咁解嘅，後來就引申為聰明能幹。嗱，咁我哋粵語呢就好中意讚人哋叻仔叻女噶。咁喺度就祝各位睇完呢個視頻之後啊，都成為叻仔叻女。我的天哪！睇完呢個字嘅72變，係唔係覺得粵語好似魔法咁好玩？魔法陣繼續轉動，第3位聲調小精靈即將空降，保證你聽完會忍唔住跟住讀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好坑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坑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QING 可以揾到呢個字，喺左傳熙公22年裏邊有出現。原句係坑敵之人嗌而不烈，天讚我也。意思就係講啊，喺春秋時期，宋國同埋楚國之間就打咗一場渭水之戰。咁當時楚國兵力係比宋國要強嘅。但係呢，楚軍係要過河先能夠打到宋軍。咁就喺楚軍過河嘅時候啊，宋國嘅軍師穆儀就同宋襄公講出啱先嗰番話啦。坑敵之人就即係強勁嘅敵人，嗌而不烈就係喺呢個好狹窄嘅地形之下展唔開隊列啊。而天讚我也就係天助我哋嘅好機會啊，可以趁勢消滅佢。所以呢，坑原意係指強勁嘅，初時係指人嘅，後來更加多係指口感嘅。譬如話呢支酒啊好坑啊，你哋學到未呢？ Nice。呢個字的色嘅用法仲未夠口，嚟緊呢位穿越1000年嘅語言活化石仲勁爆，保證你落樓下買餸都用得着。Ready Go！ 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好腍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腍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REN 可以揾到呢個字，喺《禮記·交特生》裏邊就有出現啦。原句係聲是驗腍劑，豈知臣之所享也。嗱，話說呢，喺古時候啊，對於肉類唔同嘅狀態都有唔同嘅叫法噶喎。一隻動物殺咗未斬件呢，就稱為腥；
而斬咗件未煮過就稱為試，放喺熱水裏邊煮到佢半熟就稱為厭，煮到全熟咯就叫做腍。所以咧腍原意就係指熟咗嘅肉類，後來啊就引申為軟咁解啦。譬如話呢煲牛腩啊，真係炆到好腍啊！咁鏡頭前嘅你中意食腍啲嘅定係冇咁腍嘅呢？留言區話我知啦。連爆四關覺得自己係粵語達人未？最後壓軸登場嘅呢個字，見證奇蹟時刻。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腐皮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腐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HU 可以揾到呢個字喺北宋廣韻裏邊有解釋。腐斗舟中泄水器也，即係話咧呢個字啊，佢原意係指啲艇仔裏邊用嚟清理積水嘅器皿啊，所以腐水都係呢個腐嘅。後來呢個動作咧又引申為踢開咁解，譬如話瞓覺嘅時候唔好踢開張被啊，就可以講唔好腐被啊。你哋學到未呢？牛逼！ 5個古字5道光，拼成粵語星河閃閃亮。由廣韻走到茶餐廳，由詩經唱到短信框，原來老祖宗嘅智慧一直活喺我哋嘅舌尖上。記得 mark 低你最心水嘅本字，留言區話我知，仲想解鎖邊啲得意嘅粵語密碼，下期更盞鬼。關注我，送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